站住！让开！拿下！可是大人，祝三的额头上有刻痣，此人却没有。宁可错抓3000，不能放过1人。是，敢问大人，我们犯了什么罪啊？跟你没有关系，让开！你们凭空就可以这样抓人吗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紫披风就是王法，上！住手！殿下，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一个白面书生，怎么会是我们要找的铸币工？谁给你这么大胆子，敢对我的紫披风动手？在下只不过是切磋，并无恶意。切磋？好啊，那我来和你切磋。敢轻薄本王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，把他拿下！走了。后会有期。如若有，可要及时通报。是。走，过来。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。是。如若有，可要及时通报。走，凑仔细了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他就是在玄机中执掌紫披风的大王女风静之。啊？那这一架打的，连落脚的地儿都没了。没事儿，怕什么呀？咱们有无极太子呢，报个名号吓死他们。现在写信的人、无极来玄机的目的，我们都不知道。现在就报上名来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走，全军上下，加快搜索。哎，不过没有意外的话，这个人啊，就是未来玄机的女王。据传此人把握的厉害，我们还是小心一点。啊，那是个女的。殿下，找到了吗？全城已经翻遍了，就是没有见到您要抓的人。继续去找，找不到人，唯你是问。是。